東莞2天年貨之旅，迎春花街加古法養生，燒春雞加乳鴿，純玩無購物。年貨購加養生放鬆一次搞掂，18美元起暢遊東莞2天，打卡深圳傳統迎春花街，攤足燒春雞加琵琶鴨加紅燒乳鴿，仲有免費古法泡腳加按摩體驗。第二，羅湖口岸或深圳灣口岸集合，乘旅巴前往東莞，午餐享用蒜子燒春雞，每人半隻皮脆肉嫩，食肉獸大滿足。隨後入住東莞錦泰酒店，酒店鄰近美食街、大型購物商場，行街宵夜超方便。下午特別安排免費體驗艾草汁、黃薑汁古法泡腳20分鐘，2選1，加足底按摩，純手法全身按摩20分鐘，2選1。第二，酒店自助早餐後，前往本地山貨土產市集，挑選新鮮農產品、特色年貨，囤足新年貨。午餐品嘗招牌琵琶鴨加紅燒乳鴿，鹹香入味，齒頰留香。隨後前往過年買花，年年有錢花的深圳傳統迎春花街2月10日至16日開放，選購年花，賀年揮春，創意利是風，感受濃濃年味。購完畢後乘車返程深圳口岸中段，帶住滿滿年貨與養生舒暢感結束旅程。